大家好，今集又同大家喺油麻地果欄一帶玩下街頭攝影，並以素描畫手法展現當地嘅歷史及文化特色。油麻地果欄係香港最具代表性嘅傳統批發市場之一，不僅承載住百年商業歷史，更同周邊嘅紅磚屋、戲院、街道文化交織，成獨特嘅社區風貌。油麻地果欄前身為九龍水果批發市場，於1913年落成。最初唔單止售賣水果，仲包括蔬菜、家禽同埋魚類，係典型嘅五行批發市場。早期以草棚搭建，1920年至1930年代政府批地後，逐漸改建為磚石樓房。部分建築至今仍然保留戰前特色，如水磨石招牌、民國時期徽號等。1960年代，蔬菜及魚類批發遷往長沙灣，果欄逐漸專注於水果批發。至1980年代達至高峰，欄商多達300幾家，成為全港最重要嘅水果集散地。今日仍有約200幾戶欄商處理全港近80%水果批發，並於1990年同埋2009年分別被列為3級及2級歷史建築。早期欄商多來自廣東東莞，甚至有近80%商戶為東莞人，因此附近街道命名為東莞街及石龍街，反映移民社群嘅影響。昔日欄商以物底算盤及術語議價，形成獨特嘅行業語言。呢一種草根智慧，正係香港早期商業文化嘅縮影。果欄每日凌晨4至6點最為繁忙，貨車、苦力、伙計喺狹窄街巷中穿梭，叫喊聲同水果箱堆疊嘅景象，展現昔日墟市嘅地臨風貌。果欄內唔少建築採用裝飾藝術風格，如立體書法招牌、懸臂簷篷等，與周邊高樓形成強烈對比。至於周邊歷史建築就有紅磚屋，建於1895年，原為抽水站，後改作郵局及露宿者之家。2009年與果欄及戲院一同活化，成為曲藝表演場地。油麻地戲院喺1930年落成，係香港僅存嘅戰前戲院之一。昔日以草根階層為主要觀眾，1998年結業後活化為曲藝場地，2012年重新開幕。而街道文化就有雲南里曾聚集寫信佬為文盲代筆書信，收入甚至高於經理，反映當時社會嘅文化需求。雖然果欄以批發為主，但唔少商號已轉型為零售，市民可用較低價購買進口水果，吸引遊客與本地人。同時，果欄嘅迷宮式佈局、鐵皮屋頂與彩色帆布，展現草根商戶嘅靈活經營策略，亦保留咗香港獨有嘅墟市文化。至於文化價值，果欄及周邊建築群不僅係商業空間，更係香港草根階層奮鬥嘅歷史見證，體現移民社群、殖民地建築與本地文化嘅交融。油麻地果欄及其周邊一帶，既係香港水果批發嘅核心，亦都係城市文化嘅縮影。從1913年草棚市場到今日嘅2級歷史建築，佢見證咗香港嘅都市化、移民潮同草根經濟嘅演變。紅磚屋、戲院、街道文化與果欄交織成一幅獨特嘅社區圖景，既有商業繁華，亦有濃厚人情味。呢片區域不僅係批發市場，更係一個活生生嘅歷史文化場域，值得細味與保存。遲啲再見，拜拜。